靈槍駝舞，限制投降。第7章，你只能死於烈火之中。在辦公大樓的大堂等候電梯時，程理生注意到身旁一位女士，她穿着素色的襯衫長褲，打扮樸素但整潔得體，走路時姿態端正，並不左搖右擺。憑住職業直覺，程理生暗忖這女子的裝扮與一般在保險公司上班的職員不同，會不會就是黃美林？對於人的面相及體態的觀察，原本出於興趣，但更多是因為工作需要而養成的習慣。電梯門打開，兩人同時踏入。程理生留意到他按下的樓層與自己相同，心中已有7分把握。果然，當電梯門再次打開時，這位女士隨步走向接待處，開口詢問：請問程理生先生喺唔喺度呀？我係黃美林。程理生看看手錶，正好是預約的時間，兩人都是準時到達的人。他立即上前迎接：黃小姐，我就係程理生，我哋啱啱搭同一部電梯。黃美林顯然有些錯愕，原來剛才在電梯裏的陌生男子就是他要找的人。他很快恢復鎮定，禮貌地伸出手來握手。程理生注意到他的手上並沒有戴結婚戒指。依邊請程理生引領住他走向預先訂好的會客室，陽光透過百葉窗在桌面上畫出明暗相間的條紋。黃美林選擇背對光源的位置，潛意識裏想要隱藏表情的人常有的選擇。只要清水，唔該。兩人異口同聲對助理說，然後互看一眼，氣氛略顯尷尬。兩人坐下後，程理生先遞上名片，黃美林也從手袋裏取出自己的名片。程理生並不急於立刻進入正題，反而溫和地說：其實我同老張進賢先生係舊相識，細個嗰陣我哋玩得好熟，佢對我十分照顧。黃美林的眼神閃過一絲驚訝，你識進賢？係啊，程理生微笑道，自從佢開設自己嘅公司之後，打扮越顯老實成熟，呢個可能係因為要洽談生意嘅關係啦，所以我就開始笑稱呼佢老張。據我所知，只有我先會咁樣稱呼佢，佢都毫不介意。頓了頓，他續道，我同老張年齡相差16歲，即係啱啱好同你同齡，呢個好大可能係老張同我哋嘅生肖相合啦。黃美林苦笑了一下，眼角微微下垂，透露出一絲疲憊。可能係啦，進賢真係好識得照顧人，佢係一個好人。他的聲音有些沙啞，神情顯得相當憔悴。程理生點點頭，表情變得認真起來。鑒於你同佢唔係直系親屬，我哋有需要填寫一份詳細嘅背景資料，呈交俾保險公司作審批之用，包括你而家嘅婚姻狀況、你哋嘅關係、相識時間、呢份大額保險嘅存在，你係咪知情等等。他將一份表格推到黃美林面前，請你先提供啲背景資料俾我填寫，如常住地址、工作地址、婚姻子女狀況。若你唔介意透露嘅話，我都有需要知道你嘅財務狀況。黃美林接過表格，低頭認真填寫，他的手指微微顫抖，但字跡依然工整。填寫完畢後，他深吸一口氣，像是下了很大的決心才開口：程先生，我同進賢係婚外情。程理生的表情沒有變化，只是靜靜地看着他，示他繼續說下去。我同進賢係3年幾前喺健身房識嘅。黃美林的聲音有些顫抖，嗰陣我用力嘅姿勢唔啱，受咗傷，係佢陪我睇跌打、煲中藥調理，佢好在意我嘅狀況，令我感到被關懷。慢慢咁，我哋就發展出感情啦。他停頓了一下，眼眶泛紅。我有個女喺英國讀中學，我同老公早婚，感情早就轉淡咗。返到屋企，得返我哋2個人，都冇乜嘢傾，或者只係講下經濟負擔同生活壓力。老公呢幾年生意好差，有欠債，有時會變得蠻不講理。喺酗酒之後更加嚴重，他的嘴角微微抽搐，顯示出內心的恐懼。好彩喺將要發生家暴之前，我會選擇離家出走，避開。進賢好保護我。黃美林的眼神變得溫柔。我早喺1年幾前已經提出離婚，但老公極力挽留，以女為理由，又話我只能共富貴，唔能共患難。我被道德綁架，我心軟咗，之後幾次都離唔成。黃美林一口氣訴說了一大段恩怨情仇，像是要將所有滿腔鬱結都傾瀉出來。說完後，他的肩膀明顯放鬆了一些，但眼中依然布滿哀傷。程理生審吟片刻，緩緩開口：我知老張中意養生，所以外表同身體都保持得幾好。原來幾年前仲愛上健身添。
係啊，黃美林點點頭，嘴角浮現一絲苦澀的笑容。佢好注重健康，成日努力保持活力，話我哋年齡差距大，佢要陪我耐啲。情理生適時推進，根據資料顯示，老張喺2年前為你購買咗一份50萬美金嘅保險，半年前仲加大咗30萬。對於呢件事，你知唔知？他抬頭直視黃美林道：呢個表明你哋喺2年前嘅關係已經相當穩定。嗰時你老公知唔知你有婚外情以及呢份保險金嘅事呢？黃美林的手指在桌面上無意識地輕敲着，這是緊張的表現。相識唔耐之後，俊賢已經開始熱烈追求我。2年前我哋已經定下終生之約，俊賢有承諾俾我安穩嘅生活，只等我完成離婚手續。他的眼神變得迷離，像是陷入回憶。佢覺得我哋年齡差距大，想俾我充分嘅保障，透露過會俾我買份保險。我之後知道佢真係買咗50萬嘅保險，追加個30萬，我係唔耐前先知嘅。他的聲音變得悠悠的，帶住一絲哀傷。佢雖然大我16歲，但我喺佢身邊卻感覺特別溫暖，而且佢對我嘅每個承諾都切實咁履行咗。程理生點點頭，佢的確係個暖男，而且好通人情世故。黃美林繼續說：我2年前已經同老公暗示過我哋嘅婚姻有問題，過於早婚生女，冇彼此深入了解。佢嗰陣承諾會改善，嗰時佢應該仲未知道我有婚外情，後來係知道咗，但具體幾時知道嘅我都唔係太清楚。他的眉頭微蹙，顯得憂心忡忡。程理生追問：你嘅財政狀況點樣？屋企開支大唔大？需唔需要供養父母子女？你同老公財政獨立嗎？你話你老公有欠債，情況係咪好惡劣？黃美林深吸一口氣，我喺而家嘅公司做咗10年，收入算係穩定。因為老公嘅公司近年生意唔好，有啲 case 仲蝕咗錢，所以呢幾年所有嘅家庭開支同女嘅留學費用都係由我嚟負責嘅。我本身嘅財政都能夠勉強支持，我冇向俊賢求助。他停頓咗一下，眼神閃爍。至於我老公嘅債務問題，應該係幾嚴峻嘅，公司可能會有破產危機。佢仲係好想極力去挽救間公司。佢係一個好唔願意接受失敗嘅人。黃警惕地道：你做咩成日問我哋2個財政上嘅問題啊？程理生立即轉移話題，突然間語氣變得輕鬆，問道：你知唔知老張好驚水㗎？佢有冇同你講點解驚水？黃美林的表情微微一僵，但很快恢復正常。俊賢信命數，都有自學8字批命。佢話自己命有水劫，希望能夠避得過。老咗之後就會有安逸嘅生活，所以我有憧憬住同佢嘅將來。可惜他的眼眶再次泛紅，眼淚在眼眶裏打轉。佢有冇俾你批算過？程理生溫和地問。有。黃美林點頭，佢只係話我性格點點點，五行喜忌啲咩，婚姻嘛唔使算，佢都清楚嘅。嗱，他頓了頓，補充道：佢曾經拜師學藝，但師傅話佢對術數嘅悟性一般，難有大成，反而師弟比較有靈感。如果能夠努力學習，必定會有所成就嘅。程理生的表情變得複雜，佢口中嘅師弟就係我，佢仲留俾咗我一份完整嘅八字同命盤，啲早年嘅大事記錄，希望能夠幫助我嘅術數更加精進添。會客室內陷入了短暫的沉默，程理生從公文包裏取出一份紫微斗數命盤，緩緩攤開在桌上，那是張俊賢的命盤，紙張已經有些泛黃，上面密密麻麻地標注住各種星曜和注解。程理生的手指在命盤上輕輕劃過，最後停在某個位置。老張嘅命盤係靈昌陀母格限字投河，呢個係一個好出名嘅格局，容易犯水險。他銳利的目光望向黃美林，佢生前最擔憂嘅就係水劫，但偏偏死於火。你唔覺得呢個太殘忍咩？黃美林的臉色瞬間變得蒼白，手腳開始顫抖，他的嘴唇微微張開，卻發不出聲音。程理生凌厲地說：佢係死於井入面。這句話如同一道驚雷，讓黃美林整個人幾乎崩潰。他的雙手緊緊抓住桌緣，指關節因用力而發白，身體微微前傾，像是隨時會倒下去。你講緊啲咩？黃美林的聲音顫抖得厲害。程理生指注命盤。佢行到呢個大限命宮廉貞化忌同天相同坐，對宮破軍星本來落喺原局嘅夫妻宮度，今年仲見煞重，加上流年會集靈昌陀母，
呢個水劫係避唔過嘅，但冇人能夠算準今次嚴重到要奪命。黃美琳的眼淚終於奪眶而出，係咁樣咩？她斷斷續續地說：我哋一齊努力都改唔到咩？我哋已經好小心，能夠行陸路嘅絕對唔搭船。我甚至暗自許下誓言，如果佢真係唔小心墮海，我一定會拼死相救。她的肩膀劇烈顫抖住，雙手掩面，發出壓抑的哭聲。程利生嘆咗口氣，我諗命運係可以改善，但能夠改到幾多就唔係你我可以知道噶啦。你睇呢度，他又指向命盤的另一個位置，遷移宮有火星，呢個本來只係閒神，但係當你哋企圖用火嚟掩蓋水嘅真相嗰陣，反而令呢粒星又發揮咗作用，偽裝之火反而燒穿咗真相。更何況你哋嘅手法漏洞百出，井水嘅痕跡、肺部嘅檢驗，呢啲都係瞞唔過法醫嘅。黃美琳崩潰地哭了起來，我知我都知㗎，但係嗰日國雄將佢掉落井嗰陣，我都飲咗安眠藥，迷迷糊糊，驚到喐都喐唔到，我眼白白睇住佢，好似向住我求救，我卻乜都做唔到。他的臉上滿是悔恨與痛苦。俊賢生前講過，佢寧願被火燒死，都唔要溺水而死。佢要對抗命運俾佢作出嘅安排，我都係唔會同意嘅。但係我失敗咗，我冇救到佢。程利生靜靜地聽着，眼神中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。他已猜出了大概。黃美琳繼續說：國雄先至係主謀，佢發現我同俊賢嘅關係之後，跟蹤咗我哋好幾個月。嗰晚佢呃俊賢話要談判，話願意放我離婚，只要俊賢俾一筆錢。俊賢信咗，嚟到我哋屋企嘅村屋。國雄喺酒入面落咗安眠藥。等俊賢迷糊咗，就將佢拖到嗰個廢棄咗嘅井邊。他的聲音越嚟越微弱。我嗰時都飲咗加咗安眠藥嘅酒。國雄呃我話係要慶祝解決問題。我迷迷糊糊咁聽到出面有動靜，掙扎住行出去，就見到俊賢被掉落井入面。係你提議用火嚟掩蓋真相？程利生問。黃美琳點點頭，眼淚不停地流。俊賢死咗之後，國雄本來想扮成失足跌落河流嘅意外，但所有人都知佢驚水，唔會無端端行到河邊去，咁樣更加令所有人懷疑。但如果係火，就能夠打破命運嘅框架。我想同俊賢攜手完成佢對抗宿命嘅願望，改寫既定嘅結局。佢生前一直想證明命運係可以改變嘅，我想替佢做到呢點。所以我說服國雄，我哋將屍體從井入面撈返出嚟，運到大埔鄉郊嗰個廢棄咗嘅貨倉，扮成佢因為欠賭債同生意失敗而自焚嘅樣。你明唔明我呀？黃美琳猛地抬起頭，眼中滿是痛苦。我愛佢，但我反而害咗佢。如果唔係我，佢唔會嚟嗰個村屋，唔會俾國雄殺害，全部都係我嘅錯。你對佢嘅感情我能夠理解。程利生嘆息道：你敢同佢一齊同天鬥，呢份剛烈同義無反顧，我冇嘢好講。如果老張能夠渡過呢個大劫嘅話，可能佢後半生會好幸福。你睇，老張60歲之後，天同就入明宮，對照太陰，應該享有安穩嘅生活。無奈黃美琳的眼神空洞，喃喃自語：我想令所有人以為佢係死於火而唔係水，咁樣命運就錯咗，老天爺就輸咗。但係你唔記得咗一點，程利生指住命盤，無論你哋點樣辦，佢嘅死因始終係溺水。命理嘅框架唔係用大話能夠打破嘅，因果循環應該嚟嘅，始終會嚟。程利生站起身來，語氣溫和但堅定：黃小姐，我對你嘅觀感唔差，你都係老張心愛嘅人，我建議你今晚就連夜同我去警署自首，詳細嘅案情要去到警署有律師陪同先交代，但坦白從寬係你而家唯一嘅出路。黃美琳抬起頭，眼神中沒有一絲掙扎，點了點頭：好，我跟你去，反正俊賢已經唔喺度，我只係想將真相講出嚟，俾佢安息。程利生走到他身邊，輕聲說：你仲有個女，你要為佢生存落去，自首係你贖罪嘅開始，但唔係結束。黃美琳的眼淚再次湧出，她點點頭，顫抖着站起身來。在前往警署的車上，黃美琳靠在車窗邊，眼神望着窗外的夜景，陷入了回憶。他記得那天在健身室，因為姿勢不當，腰部突然一陣劇痛，整個人失去平衡，剛好跌進了張俊賢的懷裏。他穩穩地接住他，眼神中滿是關切。冇事啩？他的聲音低沉溫柔。
冇事。他尷尬地想站起來，但腰部的疼痛讓他動彈不得。唔好喐，你可能整親腰。我帶你去睇跌打。他扶着他，小心翼翼地護送他離開健身室。那天之後，他每天陪他去看跌打，幫他煎中藥，噓寒問暖。黃美琳從來沒有被人這樣照顧過，心裏漸漸被溫暖填滿。有一次，張俊賢笑着對他說：你話呢個算唔算緣分呢？你啱啱好跌入我懷入面，然後我哋就識咗。黃美琳也笑了，我哋唔係相逢恨晚，而係緣分同時間上嘅巧合啫。多謝你對我無微不至嘅呵護同照顧，黃美琳柔聲說，令我真正體會到被寵愛嘅感覺。張俊賢握住他的手，我會一直寵住你，直到生命嘅盡頭。後來有一次，他們在海邊散步，張俊賢遠望着海浪，神色凝重。你知唔知我命中有水劫，所以我一直好驚水，唔敢游水，都唔參加任何同水有關嘅活動。黃美琳握緊他的手，如果有得揀，你最驚邊種死法？張俊賢苦笑，如果有得揀，我寧願被火燒死於烈火之中，都唔要溺水而死。溺水太痛苦，嗰種唔能夠呼吸、掙扎但係無能為力嘅感覺，淨係諗就已經令我好驚。黃美琳認真地看住他，我係游泳健將，我會拼命將你從水中拯救出嚟。有我喺度，你只能死於烈火之中。張俊賢笑了，扭住他，有你喺，我咩都唔驚啦。車子在紅燈前停下，黃美琳回過神來，眼淚有一次滑落。俊賢，對唔住，我冇救到你，我失敗咗。他在心裏默默地說，但我會為你贖罪，我會將真相講出嚟，俾所有人知道，你唔係自殺，你係俾人害嘅，我會俾你安息。車子重新啟動，駛向警署的方向。命運的框架終究無法打破，但至少他可以讓真相大白，讓張俊賢死得明白，不再背負自殺的污名。這是他唯一能為他做的事了。